主，咱知影即马是咱民间信仰吼上较黑暗的时，吼，昨是啥物节？中元节。主帮助咱，互咱台湾的社会伫信仰内面，会当更较光明吼，无惊黑暗，吼，无惊遮个吼鬼神，吼，无惊遮个阻碍咱向前的遮个势力。今仔日是主所定定的日子，咱要做伙三甲来主的名。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命的日子，所命的日子。俺的日用，俺的日用，要我应许，要我应许。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俺的日用，要我应许。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命的。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当咱伫其中，当咱伫其中，要欢喜迎新，要欢喜迎新。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当咱伫其中，要欢喜迎新。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咱的 PPT 是华语的吼，但是我歌词是用台语的吼。无要紧，咱搁用华语来唱一解吼，来唱两解好啊吼，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来，再一次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隔壁啊，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这时阵哦，我邀请献歌队吼，恁行入去人群内面，甲因握手行平安礼，好无？好，我来，咱做伙三甲来敬吼，咱欢迎献歌队到咱的中间，甲咱互相请安咯，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伫咱民间信仰，还抑阁无法度完全离开即个惊吓的时阵，咱特别爱靠着耶稣的性命来得胜。靠主耶稣性命，靠主耶稣性命，咱就到位得胜。靠主。
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的头会着升。耶稣生命大冠冕，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的头会着升。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的教会着升，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的教会着升。耶稣生命大冠冕，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的教会着升。感谢大家兄弟姊妹的鼓掌吼，这条歌就爱唱了有力、有力，还佫有动作。这我自己唱到大汉吼，还有一个动作你一定爱知影吼，爱掠着啥物货？啊，遮个撒旦魔鬼妖魔鬼怪掠起来了安那，甲伊放伫个手的内面安那，甲伊泡面，然后咧，呼甲伊分出去吼。啊！你咧分的时较细个吼，你上好是分到上帝，啊上帝就甲伊接收去吼。所以你要往上吹，不要往旁边吹，哦，怕旁边的人。好，好来，咱做三，咱来比动作来。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的教会着升。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的教会着升，耶稣生命大冠冕，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的教会着升。吼，甲牧师做伙做哦，吼，来，我们一起来带动作来，你来唱较大声的啊！等一下，没有声音。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唱军歌？你知道吗？就是要去打仗才要唱军歌，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唱完大声哦，来哦，来哦。好像没有人在比耶，不要啦，来，最后一届哦，好来。魔鬼有抓起来无？哦，好，下个礼拜看能不能再带一次好了。反正咱8月时啊，拢来唱这条歌哦。有咱的社会搁较会当有主吼伫咱的中间，互咱搁做最后一届，咱做来吟。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的教会着升。靠主耶稣生命，靠主耶稣生命，咱的教会着升。耶稣生命大冠冕，上帝主爱真丰盛。我靠耶稣宝贵生命，咱的教会着升。咱做伙相甲平凡咱的心。愿主守伫阮的中间，
互阮靠主的性命来得胜。虽然阮的民间信仰，台湾人惊惊，阮爱用真侪的心理来，互遮的孤魂野鬼，互因的肉体来得到巴掌。总是阮想看卖啊，遮的伫民间，无论是遮的孤魂野鬼，也是遮的无看见，检采这是了然人心，是主你所无欢喜，嘛是人所想象所想出来，想要吓惊人的物件。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无惊遮的势力，互阮无惊遮的偶像，无惊遮的人所想出来，互阮的心勇敢，靠主耶稣的性命来得胜。祈祷互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听这平安，这是咱要同心敬拜，用诗歌将早起时的祈祷献予主，愿主的恩典甲平安赐予咱。会经诗，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我的
地州万民拢着称赞上主，着将荣耀甲权能归乎伊，着穿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做来吟圣诗184首，上帝听痛哪会遐大？请起立吟全首。请咱游玩兄弟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营内受苦。定是第4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圣中国我就天，感谢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定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是受各公共的教会，圣徒相通，罪人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真济。咱甲来启用，伫启文第10篇，诗篇27篇。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
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噬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调解你。求你毋通受气挂你的劳苦，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去杀我，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敌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要信靠上主，这声要信靠上主。三甲来祈祷。阿拉上主，你的慈爱永远伫地，你的怜悯永袂断绝。逐早起时换新，互阮领受你永远的慈爱甲怜悯。阮活地日子，会享受遮的无线，安尼时常踮伫你内面，仰望你的阳光，甲你同在。感谢主，伫你的阳光内面，阮安稳自在。你是阮性命的保障，是阮的避难所。我要勇敢壮胆，心内坚固，信靠主。满有主的恩典，我要欢喜快乐。阮伫你的恩典内面，有时心内会受阻碍，也是受到迷惑，无要顺坦真理。求你保守，互阮持守纯正的真理，无受错误、虚假影响信用。我们为国家祈祷，感谢主赐阮美丽的台湾，保守这块土地有自由甲平安，互国家一直向前进步。现在有拄到国家安全、经济问题，就是对方中国不时的威胁，国内意见对立。经济上有美国的对顶关税，这拢是国家的困难甲挑战。求你赏赐领导者有智慧甲公义的心，有气力甲勇敢来排除这的艰难。愿你使因敬畏你的心，公义执政，疼百姓。
行真理。愿你的旨意实现，伫阮的国家台湾，亲像伫天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生活对献诗，祝阮恳求。三甲来恭读上帝的话。伫圣经加勒太书5章第7节到12节，恁已经做了真好，是啥人甲恁阻挡，互恁无顺服真理？叫恁安尼做的，毋是迄位呼召恁的上帝。俗语讲，一撮仔孝母会互规个面圆发起来。
一束啊教母会互规个面丸发起来。伫主的内面，我相信恁袂甲我有无相常的想法，遐会底扰乱恁的，无论是甚物人，一定会受上帝责罚。兄弟姊妹，我若继续传着受割礼，是安怎？我还得受迫害。我若安尼做，基督的十字架就袂成做阻碍。遐会底扰乱恁的人，宁可家己掩起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讲道是有威力的作用。兄姊妹大家平安。透过咱的伫咱民间的节，咱做侪的反省，侪来警醒伫咱生活所面对。咱知伫农历的7月，侪人因心惊吓，还有侪生礼生理，才会祭祀，或者祭祀来互因所惊吓的事来免对。因惊遮个高分野鬼无通食，所以只有用遮个物件。但是最后遮个物件走去倒，嘛是走去人的喙空到毋是。有诶咧普渡因有可能就遮个物件，诚做救济、帮助、颂扬人的物件。这是一个功德的事，总是平常时拢会当做，无一定爱伫7月时来做遮个事。咱特别爱为着咱所住即个土地来祈祷。有外交，咱国家有面对外交，也是伫外在威胁即种势力的威胁，都是咱想看嘛。伫咱国内，咱伫国内嘛，侪所面对的挑战，包括咱政党甲政党之间的和谐，以及咱执政者怎样来面对伫国际情势改变的时，来怎样来带领台湾人民，互咱同心来祈祷，向他主帮助阮，互阮所传是十字架救赎的恩典，互阮所信嘛是伫伫十字架顶对死搁活，互阮的信心甲价值。因为你有对死搁活，你有享受你搁活的权柄，你有救赎你的百姓。互阮所信是照主你的话，互阮坚定来相信。伊对互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今日有威力的作用是要用安尼的题目来甲咱做提醒，因为保罗先生伫初代教会，特别是甲人太教会面对侪的挑战，就是假基督，以及传无相款的真理价值，特别是犹太人，特别是犹太者的基督徒，因掠割礼诚做真重要伫信仰内面的价值。咱知影割礼的起头是上帝甲阿伯兰，甲阿伯拉罕伊做伙立约，诚做一个记号。我甲你立约。其实阿伯拉罕伊嘛毋是伫伊出世就行割礼，是伊甲伊的囡仔，伊是玛利做伙来行割礼。是上帝讲透过互你有你的囡仔了后，嘛要做伙立约，因为伊要享受伊土地，要享受伊的福的，亲像天顶天顶遮的星，以及地上遮的土沙。所以这是一个应允，一个应许，一个应允的记号。总是到伫新约的教会了后，犹太人感觉讲，你若要来教会，你拢爱受割礼。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你若信主的时，你敢有受割礼？无，因为咱是受洗礼，咱是领洗礼，毋是领即个割礼。所以伫迄个初代教会有安尼争战甲争论，但是保罗先生讲，咱所信的是十字架。是十字架信仰，毋是你有行割礼，甲无行割礼。所以这诚说，迄当时伫加拉太教会
保罗先生用甲太师来勉励当时的信徒。咱知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偌济人，即场的战争7年8年遮尔久的时间，用7000人的性命无法度甲伊结束即场的战争吼，总是安那，美国最后忍无可忍了吼，最后使用伊的杀手锏，就是用4吨的原子弹即粒叫做小男孩第1粒的原子炸弹这甲落伫咧広島就是廣島迄個所在，即個只有4公吨，但是伊會當產生21000公吨的這個炸彈的威力，所以咱若21000除以5它4200倍，4200倍的威力。保羅迄當時用加太書安尼來阻擋迄當時。無好隔禮，也是無好，即種假教師，因所傳的信仰真做咱的教義，伊用最精神。咱知影即個教佇咱的生活中間，咱要做米酒醋，也是做米包，做米包，也是做馒頭，甚至你要做泡菜，攏愛經過發酵即個作用。所以發酵的作用伫咱的生活中間，但是這個發酵有好的發酵，甲無好的發酵，若發了無好，規算攏臭氣歹去。所以發酵伫咱生活中間是發生的事，一直攏發生。但是對猶太人來講，因佇搬過節時，因還有一個度假節，因特別紀念因要離開埃及無時間，擱佇遐攞米粉做米包，酒用淡薄仔水甲米粉來做即個無甲餅，因食無甲餅愛食7天，即個無甲餅就上頂無即個羹無有做，即個無甲餅就誠做因要離開埃及的一個真重要，紀念啊食米，因為因無時間佇遐攞米粉。即個羹對猶太人來講，即個羹對因來講，這是一個做上頂啊！以宗教的意義來講，這是一個做上頂。所以猶太人因即馬到佇度假節時，應該掃塗骹，將因兜所有的房間，甲有關有物件物件攏摕出來燒，包括米包啦，也是有經過發酵的物件，因真辛苦咧。總是咱想看覓啊，伊新約的教會，咱來看，這無甲餅上頂就是耶穌基督家己本身。這無甲餅就是無罪主。無罪主，這無甲餅佇申命記16章第30講困苦的餅，這困苦的餅就記載因佇紀念因佇埃及做奴隸辛苦，因的祖先佇埃及佇迄個所在寄居佇埃及，所以是一個困苦的過去。所以度假就是甲所有任何假的物件攏來清除，這是佇猶太人因即馬還佫咧守這個度假節。即擺猶閣有緣有即個制度，就是佇咱已經傳耶穌的時，咱想看覓啊，主已經誠做即個無甲餅，已經無誠做即個無甲無罪，所以因信稱義對加拉太書來講，這是真重要的一個教導。整個加拉太書就咧講，因為你信來稱做義。什麼人是上早主來稱做義的人？就是亞伯拉罕。所以加拉太書咱講是福音中的福音，因為伊互咱信了後來稱做即個義。表個檢查講，你本地做了真好啊，加拉太教會人真好，但是保羅先生甲伊講，因為安尼，什麼代志恁離開信仰？因為什麼代志恁的信仰拄着淡薄的迫害？就是因認為愛行即個割禮，愛行即個割禮，才有法度成做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保羅先生講，這毋是咱信仰上重要的內面，因為這是上帝當初是甲亞伯蘭因的祖先所立的約，這個約永遠存在。但是這個割禮毋是一個儀式，毋是一個形式，咱佫較需要的是佇你心內面。來稱做義人，是因為你相信來稱做義人，毋是你行割禮了後來稱做
所以犹太人，特别是犹太的即个基督徒，因当因传这个时，保罗来澄清这个事。今日题目叫做真有威力的作用，是要来甲咱讲，伫现在咱犹原拄着真侪伫信仰顶面的异端，特别是预言。有人讲啊，当时就是世界末日，耶稣基督会搁再来。即种讲法的人，某一种程度来看，伊就是异端，因为伊咧恐吓咱，互咱的心惊吓，互咱的心怎挖开伊遐去，无照圣经的教示甲真理。因为耶稣讲，迄个日无人会知影，无人会知咱会独独启示着。现代的人伊领受，就讲当时是世界末日。有诶，还佫无共款的教义，譬如讲，咱伫路里看到两个外国人，生了真缘投，骑脚踏车，了，要甲你读圣经，最后摕一本毋是圣经的圣经，叫做《摩门经》，你著爱真细腻，因为咱只有唯独圣经啊。伫宗教改革了，咱只有唯独圣经，只有圣经的教导啊，超过圣经以外拢毋是啊。牧师，我摕一个注解册，敢注解册注释书是要帮助咱了解圣经，注解册毋是诚做咱信的，信用的迄个源头甲根本，咱是照咱的圣经所画出咱的信用。真奇怪，较会有人咧传摩门经这都毋是真正的信用。佫有人特别伫庄脚的所在，都市嘛相款，恁兜若住1楼，你会搭春联，特别是笃行教会的门联，你也想看觅有一种教会啦，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伊特别来上恁兜，恁兜有这基督徒的门联佮笃行教会，伊上爱来弄即种问，因为你听过耶稣，你听过基督，你听过上帝，你读过圣经，这是真好下手的目标甲对象，这是真好下手的目标甲对象。这耶和华见证人会人上爱来即种的人的厝甲你弄咱做伙来读圣经就甲你开讲，就甲你讲因的道理。但是你注意看，伊甲咱的教会生了足成，非常的成。但是呢，因拢讲因伫个荣耀的宝座顶面咧做礼拜，咱毋着伫个民间才咧做礼拜。因讲因是伫个啥物荣耀的宝座，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这因的圣经甲咱的圣经你分无啥会出来，非常的共款，但是内底内容有伊无相款的所在。所以就是帮助咱要认教会，爱记得认教会有实力价无？你注意看。这后世末期圣徒教会，因为有占拍，也是无实力的，这就是异端，这就是毋是真正的教导。现出是咱亚洲基督教上界兴旺的国家叫做韩国，但是韩国的异端侪甲你会惊人，侪甲你去甲因的观光地区都有人伫遐咧传异端，你毋知影怎好用传去。这个异端甲真正的信仰是有差别。咱知影伫疫情的期间有新天地教会，这就是异端。因为韩国教会嘛无成立的，还佫有统一教已经一段时间这个拢是对教会出去的人设立的，甲教会甲圣经非常的共款，但是伊是完全无共款。咱来感谢保罗先生伫初代教会时，伊就定了咱真正的信仰的骹步是要安怎来进行，毋是守这个节礼，是守安怎你的心有相信，因为安尼来称做义。所以今日咱要甲大家做伙三角来分享，就是因为信基督来称做义。这个信称义是这个福分，毋是你事业成功。毋是你身体臃肿，是因为你信耶稣了，迄个时阵，咱拢诚做上帝的囝儿女。这才是真正重要，才是真正重要的时刻。毋是因为你追求信耶稣，要来追求事业成功，也是来追求你有健康的身体，若无食，你就无爱相信。
信仰毋是安尼。所以加拉太书对保罗先生来伊写的是，伊就讲，咱甲咱的祖先，犹太人甲因的祖先共款，咱因为阿伯拉罕因为信上帝，咱因为信耶稣相反，咱嘛诚做上帝的囝。因迄个世界有侪的异端，咱会真细个，特别是手机的软体，也是电脑，有侪遮的伪装的物件咧吸引咱，特别是伫教会伫教会心内心内有一寡背叛的人吼，伊想要换教会时，即种的人你足容易去拄着异端，透过电脑的软体。也是透过手机的软体来就近你，来甲伊讲，咱做伙来读圣经。但是你若互伊吸引去，有可能你的信仰就行歪出来。因为加拉太书5章70讲，恁原本拢真好啊，行了真好，为什么恁即个时阵无顺探真理咧？一开始做了真好，但是安那有可能你中途你犯规吼，你走毋着路去，你离开信仰的道路。就安那前功尽弃。保罗先生是要甲太教会讲，恁原本行得足好，但是恁若行偏去了，无法度得到上帝互恁的奖赏。原本走了真好，但是因为你中途许遮犹太主义的人迷惑去、主动去，你的信仰就无伫福音的文件的内面。所以咧，保罗先生讲，咱因伫这信仰内面受着主动。所以保罗先生讲，安尼考劝恁的，考劝恁去信别种的即种的教导，这毋是上帝呼召你原来意思，毋是上帝的旨意，这是犹太主义的遮个人因所想出来，因遮个人是甲上帝做阵。了后保罗先生伫5章第9节讲，一寡面笑一寡物件，就会互规个面粉面团发起来。这是当时的俗语啦。讲一点仔物件，伊就会产生真大的作用。那亲像一粒原子炸弹，4度，伊会当产生2万1000倍的即个效果，所以伊会影响整体。所以保罗先生在迄个时阵，就咧警醒有异端，恁爱注意。所以伊伫主的内面，望甲太教的人甲伊有非常相反的想法，较袂因为安尼因的信仰来行歪出来，来行歪出来。到5章11节讲，我若去传迄个割礼，安尼我若传割礼就好啊，我就袂许犹太人迫害啊。保罗先生就是咧讲，伊为什么无爱传割礼？因为伊感觉即个割礼毋是外邦人的教会，毋是咱外邦人你要信耶稣唯一敢即条路若定是十字架才是唯一的迄条路，毋是割礼才是迄条路。所以十字架是犹太人认为这是一个真无好的记号，因为这是一个刑具，这是一个刑罚人的刑具啊。人钉伫十字架顶，但是咱想看觅耶稣基督若无伫十字架顶，无钉死伫十字架顶，伊就无过活。这犹太人讲，这是一个很羞耻真见笑的物件。咱莫传十字架，咱传割礼。所以保罗先生纠正，讲十字架毋是咱信仰的托赖者，毋是咱信仰互咱跋倒的绊脚石。颠倒是咱该徛在伫十字架救恩的内面，所以保罗先生讲，如果我若甲割礼来放伫福音的内面，我著甲犹太人才共款，我袂受着因的迫害。但是保罗先生非常的坚持，保罗只有传十字架，只有是上帝唯一的救恩的方法，只有这个十字架的救赎，才会当互人互上帝称义，而且接纳。所以十字架伫犹太人，伫这犹太主义的人的内面是托赖者，但是是因感觉上可以啊。但是保罗先生讲，毋是，十字架是真正上帝用这个方法要来拯救世界。所以伫保罗先生来看，犹太主义这个人，因有无相款的做法，所以伫异邦因的宗教行为，就是讲有人因为要
伫宗教顶面，伊用严雕来表明家己伫即个异邦的信仰的虔诚有人就是家己严雕啊，所以保罗先生就甲讲，恁规气就去严雕就好啊。所以甲咱派教会面对的处境，甲咱现在教会面对假基督是异端的挑战，拢有非常真类似的经验。所以我上帝帮助咱人若有一寡失去信心甲相信，咱就有可能变做人本主义，也是律法主义甲仪式主义。咱想看卖啊，咱毋通亲像即三种人，就是讲伊人做中心来思想。咱教会是爱用上帝来成做咱的中心，用耶稣基督话来成做咱的话。伫律法就是讲圣经伫旧约的教导，咱想看卖啊，律法遮尔侪条，爱守的遮尔侪。总是咱想看卖啊，保罗先生怎样甲咱讲？有侪遮个犹太人，因足持守、足坚持的。当然，即摆也是诚做咱真好的教导。伊还阁有仪式主义，只有表面，无有内在。所以咱的信仰是爱用咱的心灵，甲咱的诚实来敬拜上帝。仪式虽然是外表，但是仪式爱对外表带入到咱的内心对咱的内心来产生作用，这才是重要。伫创世记17章10节，一定有讲着讲，这查某囝、这查甫的拢着受割礼，就是照就是上帝甲你已经甲你的父所立的约。这是亚伯兰迄个时代，上帝对伊启示讲，我甲你所立的即个约，这约永远要有根基，要有效果。这约到伫今仔日，这约较重要就是咱的上帝，诚做咱的爸上帝，诚做咱的天父，咱甲耶稣共款，认天父诚做咱的主。所以上帝甲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割礼虽然是一个仪式的见证，伊本身嘛有这个约会较久确据，都是犹太主义的人将割礼甲伊刻伫外邦人外邦这信徒的顶面，所造成因信称义甲守犹太人这割礼产生争论甲矛盾。保罗先生就是因为安尼来讲真正教导是什么愿上帝帮助咱。保罗所传的是基督的事迹，上帝拯救世间人唯一的方法。保罗讲十字架十字架毋是托崖，十字架毋是咱伫信仰向前的托崖，甚至十字架是咱安怎？耶稣甲咱讲安那，咱信义人拢爱背十字架来跟对伊。所以迄个十字架毋是互人讨厌的所在，即个十字架是要互咱更较确信，耶稣替咱的罪来死伫十字架顶。那亲像犹太人讲，即个无甲饼，即个无甲就是无罪意思。所以耶稣已经诚做迄个无甲饼。当然犹太人因还阁即摆犹太人因还阁无完全相信因只有相信甲有用人尔所以兄弟姊妹，完全是上帝帮助咱，互咱坚定来相信真的真理。伫即个世代，咱会受到侪的搅扰，特别即摆软体足侪。最近前有东港咧提醒伊的你的脸书顶面有异端。我想看卖就查一下就是伊是对岸的人是中国遐个人爱念，就是拢两字来念，住伫国外，拢抱迄信仰的图片，讲迄就是东方闪电，你得要注意，把遐个名除掉，伊会透过我，去掠你其他的人，所以我会害着你，因为我是较少咧用脸书愈来愈无啥咧用但是有人囥伫遐就用盗用着也是迄个人害汝去找遮个朋友，真正，所以你这朋友透过朋友安尼这是你无法度想象的。所以今日要讲这威力有偌大，你无法度去想象的。有人就是因为安尼
心内需要安慰、需要温暖，怎去用救去？所以我上帝帮助咱帮助咱有个人专门咧做这个工作。咱看嘛，加拉太书3章第1节就甲咱讲，恁这个戆的加拉太人，啥人甲恁迷惑？耶稣基督定是耶稣，敢毋是真清楚伫恁的目睭前嘛？所以第3章第1节就真清楚定义讲，这是物件，耶稣基督定是个是真清楚，恁毋通受到即个迷惑，毋通受到即个迷惑。所以咱想看卖啊，原本加太教会人，伫圣会顶面受行了真好，但是若受到扰乱，规个教会就乱去，是毋是？规个初代教会有可能就走蛇去，就无有今仔日咱的教会设立伫遮，就无法度今仔日的教会。所以咱想看卖啊，这真正正确教导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咱知影这东方闪电嘛，差不多有10几年的时间，但是伊会变种啊，人家北斗会变种咧，伊即马就无用东方闪电，用什么新歌教会啊，全能神的教会啊，用这敢若足先教会啊，但是伊其实毋是教会，伊就是异端，所以咱爱真注意。我是用即个来做一个例，当然咱知影讲，敢若韩国一个。天地教敢若一个异端尔，100几万人信徒，就超过咱的想象，所以帮助帮助咱，这是无好的影响，搁有规伫肉身来显现。若要甲你传即本册人，你嘛爱注意，因为这拢伫信仰的立场，拢毋是唯独圣经，拢毋是用圣经做主要，已经有伊的编出的解说伫内底，这著作，这著作，你爱真注意。老人咧甲你讲这，你着爱真细腻。过去捌有一句话讲树大必有枯枝啊，人多必有什么？这你家己去查。所以咱毋通安尼头壳讲树大必有枯枝，人多你就是要你的头脑要很清楚，毋通相信迄个师傅的话，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即摆有个人嘛会透过 APP，来讲咱做读圣经啦、祈祷啊、聚会啦、见面啦，伊拢会甲你铺路，会甲你跟进伊嘛会注意你伫网络顶面的留言来，这是宗教诈骗。另外一种就是讲，咱伫经济顶面有人受到诈骗，但是咱爱防范伫信用顶面的诈骗，有个人金钱现出了，遐人就走去，遐人走去，真细腻，所以咱真清楚明白真理的教导，爱注意伫咱生命顶面，爱有守望的祈祷。马可福音嘛8章15节已经嘛甲讲，耶稣也甲讲着水，着侍奉法利赛派的甲希律的，这是爱真谨慎的事，因为耶稣的时，伊嘛有甲咱警醒这个话，所以时代一直转变到现代，有这个错误教义教导，咱爱真细腻、真注意。咱的教会伫真正信仰的内面，会当坚持。台语汉语本，伊伫第5章第9节今仔日的经句讲了真好，讲一丝甲尾就系规绳拢发起来。咱讲蒸笼迄个蒸小笼包个蒸笼嘛蒸笼台语要怎讲？人绳人绳，毋是迄个蒸笼。叫人绳，就讲你要食几绳一绳两绳，就是1笼2笼的意思啦所以大家你若要食小笼包，会记你讲我要叫几绳，是要叫几笼几人我要食1人，迄人是足大的一绳一绳就是迄个蒸笼。所以咱看台语汉语会讲，互规绳拢发起来，意思讲。即层的包若无好，规层就无好，所以一寡一丝仔就互规层拢发起来。意思是讲，只要小小一寡无注意的时阵，就规个拢败坏。
咱真感谢保罗先生伫初代教会伊坚持了，互咱的信仰就是传世界，就是传世界的基督，互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要学了你的圣名，因为你甲阮同在。祝你透过你所竞选的仆人保罗先生，伫初代教会面对顶，面对遮的异端，面对遮的假基督，伊怎样坚持做事？互阮又按照主你的话来行来跑走。阮只有相信真理，相信圣经，而相信一寡人这偏错、歪错的解说对耶稣基督对死个我来真确实、真相信，主你伫世界顶怎样为着世间人来牺牲？你怎样伫坟墓3日个因为你诚做迄个无共的饼，诚做迄个无做羊羔献主你的面前。阮所信的无空空，因为主你的气力大，愿主你来引带帮助阮。阮伫现在现处时，伫阮的同胞伫信仰的内面黑暗的时，阮怎样要来做工，来互主你的名来显现？伊倒互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3甲来吟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在身边，起立吟全首。奉献，由为主会接受同样接受施献。
我来报告。来看第三面、第三页，本州金句。我读一遍，兄弟读两遍。俗语讲，一撮仔甲母，话互规个面园发起来。加入太师5章90，做伙来。俗语讲，一撮仔甲母，话互规个面园发起来。加入太师5章90。俗语讲，一撮仔甲母，话互规面园发起来。加入太师5章90。本周聚会表甲礼拜事务表，请咱家己看。来看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下主日9月12点半，伫3楼召开9月份定期中执会、任执会甲小会。第二，9月7日就是拜三祈祷会为李明小组、文字小组代祷。第三，9月11日，本会林义官牧师要前往总会开教会礼拜甲音乐委员会。第四，9月13日拜六，伫上午8点半到尾暗5点，伫埔里的水头山庄举办2025年中一东港灵修会。迄天要为教会出发的，伫7点20教会集合，7点半准时出发。第五，10月19日礼拜日伫苗栗西潭教会举办野外礼拜，每一人报名费300块，人数限定100人。到9月21日截止报名。第六，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到今仔日截止。伫外地读册的爱附自费证明。第七，行政单位甲团契爱将下一季的服侍表交予行政干事。第八，有定新眼光读经本甲教会公布的兄弟，去到办公室登记。第九，这4年的读经计划，本周读以西结书3章。来看关爱协会的消息。9月24日，协会要举办参访中原社区关怀点。祈祷关怀甲会友动态，咱的牧师带咱祈祷。来看第5面，团契个小组消息。妇女团契今仔日11点伫富堂聚会，主题是伫教会关怀者的事。第二，社青团契伫11点20有聚会，5楼的聚会，电影欣赏。第三，有室外读经。第四，有双联团契。伫9月14日有聚会，来看青少年团契第5，青少年团契伫9月14有聚会。第6兄弟团契咧9月16，9月13礼拜日，每一个礼拜六暗时8点拢有一个读经。第7，主日2伫9月27有一年一遍的旅游
南营天文馆开始报名，到9月14报名截止。咱教界消息，有一个较早捌来咱教会讲道的牧师叫李义平牧师吼，伫本主日的下晡3点，伫行动教会举行就任受职的迄个礼拜。下面这下主日的受请9月份受请，请咱家己看。啊，顶周奉献伫第7日，遐咱家己看。以上。咱即是3到到新的人伫咱的中间，无互咱下面咱做伙3个来讲道。天父主，阮伫你的面前，阮同心祈祷，阮为着阮的国家来献上祈祷，求主使阮帮助，阮的国家助力引带带领。阮相信主你是万权的主。阮虽然伫外口拄着真大的困境，互阮依然还阁徛在伫风雨的中间来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来互主你欢喜。帮助侪伫经济顶面受困苦的人，主你带时因为政策的改变。伫无意中，伫无法度扶持的中间，受着生活的困顿，主你来施恩，主你来引带。阮恳求主你帮助阮的教会，阮的教会诚做主你所欢喜施恩的教会。为着辛苦艰苦白疼兄弟，久无来的姊妹，遮的信徒，主你愿听因，帮助因，互因的信仰坚定坚持。这信仰是需要伫人的中间来落实，求上帝帮助，互阮用搁较侪疼关怀来帮助遮的兄弟姊妹。为着受过这个保证，为着这个辛苦艰苦白疼、行动不便的兄弟姊妹，感谢因伫线上，主你有缘施恩互因的信仰徛在坚定。为着身躯有歹物，也是咧接受治疗，也是有一寡的症头，处理拢甲因同在。特别是这年长的长辈，当伊行动不便的时，主你诚做因的快乐，诚做因的扶持甲帮助。愿上帝使用伫阮9月份教会所有这活动甲事工，特别为着主日学，也要到台南，有即届的旅程。主日老师甲学生有真亲密的互动，搁较了解囡仔，透过这个活动帮助囡仔因有好智能的发展，以及财物的有这个天文的财物，求上帝施恩引带。为着阮伫即个礼拜六，阮教会这东港的灵修会，你替阮准备真好的工事。帮助夏牧师，伊伫信仰的内面，甲伊委身诚做牧者，有一生的经历，会当互阮诚做真好的帮助甲学习，帮助所有的同工，期盼阮的心伫礼拜六，阮伫南投的所在，会当有真好，真有稳定、有恩惠的学习，求主你施恩来引带，阮。为着后礼拜，阮的日职会，咱所有的同工，阮计一定到今年年底第4季，阮的事工，求上帝收，赏赐阮智慧，赏赐阮侪对你来的恩惠甲疼爱。阮献上阮的祈祷感谢，靠最后所祈祷圣主名来求，阿门。下面咱来行平安礼。
来吟祝福车献诗歌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对主来会赏赐甲有惠。但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会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互咱伫逐项好事来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爬上帝疼爱圣神，甲咱正大家相同，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真济列岛。